小宋吗？是微臣。娘娘。哎！嘘。实在是症状罕见呐。小宋，去。小宋，鹤顶红有吗？有。快拿来！惠娘娘，鹤顶红乃是剧毒，一滴致命，无药可救。少废话，快拿来！娘娘，此药使用的手续十分繁琐，首先要娘娘书面申请，然后经过太医院民主讨论，无记名投票选举，将结果呈给内务府，再由内务代表大会呈给皇上，再由皇上签字许可，方能使用。我去你的！娘娘，给不给？您别打了！娘娘饶命啊！别打了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，饶命！我给还不行吗？我给。娘娘，给您鹤顶红。娘娘，娘娘别打了！哎呀，娘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，娘娘！您别打了，娘娘！饶命，饶命啊！宋太医，我终于要死了！我终于要死了！姑娘放心，此药虽不是臣事先准备好的假鹤顶红，但也并无剧毒。此乃微臣想要献给太子的恭维福音——金戈。男人吃了以后更持久、更坚挺，十分安全，没有副作用，而且没有不良反应。但女人吃了是不起作用的。所以绿篱姑娘，你只需服侍娘娘稍作休息，即可痊愈。我教你即可痊愈。想自杀怎么就这么困难？那些脑残古装戏就是不尊重史实啊！笑什么呀？娘娘，奴婢总算是明白了，您啊，这是在用苦肉计呢。还苦肉计？我这是苦逼啊！娘娘说什么，奴婢可不懂。不过呀，娘娘暂可宽心，奴婢今日听到消息，太后听说娘娘情绪不稳，怀疑是江映月那小妖精蓄意陷害太子爷和娘娘落水，已经震怒。现在呢，江氏那小贱人被关进圣宁宫，被太后教训的可惨了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刑罚呢。落水？您说什么？没事，你接着说。好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现在呀，太子爷和赵王还在圣宁宫外跪着求情呢。您说，赵王担心那小妖精巴巴的在那儿跪着也就罢了，毕竟是自家媳妇儿，咱太子爷去跪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不明摆着给赵王添堵吗？也给娘娘您添堵啊！哼，那个江映月光是摊上蓄意拉太子下水这一条，就很有可能被处死呢。处死？你是说落水的事是陷害，可能会把人处死？是啊，娘娘。走，去看看。娘娘，您这么斗志昂扬就对了。真是太残酷了，太后太有才华了。好晕啊！来人呐，上第16种刑罚。
太后这招太绝了！